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廚房，有洗手盆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4人飯台，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。對住就係大圍嘅市景，呢度係市中心，生活非常方便，去地鐵站亦非常近。洗手間係明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5人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係外園嘅景觀。主人房方正好用，放個雙人床就有位置放個高身衣櫃。對住係大圍嘅市景，生活配套齊全，非常方便。